阳明海运是标出有干部利用货船宽明轮对越南走私海洛因来台湾。船员是甲公司通报，公司是赶紧通知海巡甲调查局，海关已经甲毒品扣落来，涉案的人员上班确定羁押禁见。 先是拜六高雄港3日下晡，渔员有阳明的货船出入，阳明海运宽明轮离到暗时停伫高雄港时，互高雄港海关查到，船舱内底有真侪粗果切单，有几啊亿个毒品海洛因，也来涉嫌指挥运动，也是船顶这个高阶层干部。 本署检察官就相关事实正主动搜集证据，积极调查中，将紧速厘清案情。干部涉嫌甲东南亚走私的运动集团对接，趁宽明轮到越南海防港时，和当地供应商伫采拿也是包括内底参控毒品提上船。干部则搁用这个粉来污洗海关放行，离到对越南转来高雄港。东南亚毒品处理经验中，学者认为台湾会使经由跨境合作，及时掌握船只各样情形。 透过一些跨境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话，当然有一些异状的时候，也许在该国家或该地区装上去的时候，其实就应该有一些通报的机制，这样其实我们会更有效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处理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毒品的查获，大概都是根据线报。 干部敢若疑似运动案件，恐惊影响阳明的名声。对此，阳明海运讲，这个案件是船员发现特定人士敢若收受违禁品，主动检举了后，由公司向政府通报，已经甲船顶相关的记录提交予检调单位。只有敢若一个船员互留来调查，其他船员甲船只已经恢复正常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